么桌上的东西你们都没有吃啊？好不像你们哦。怎么看起来董反了，很烦恼的样子呢？因为我们太重了，要减肥了。啊？太重了，要减肥？昨天量身高体重的时候，护士阿姨说我们超重了。难怪你们看起来董反了。唉，看着好吃的东西又不能吃，真的好烦恼哦。对啊，董某嘎萨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董某嘎萨。啊，真伤脑筋。我们也觉得很伤脑筋。不过啊，我觉得只要梦梦、小蜜，你们少吃点零食，多多去运动，这样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标准体重咯。好，这一块蛋糕啊，就梦梦、小蜜还有彤彤姐姐，我们3个人分着吃，耶！可以吃蛋糕了。好，来吧。董反了，很烦恼。董反了，很烦恼。唉，小蜜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董反了？我觉得我的肚子好像又变大了耶。小蜜，你是不是偷吃了饼干、糖果、蛋糕一堆零食呢？你怎么知道？难怪你肚子变那么大。董某嘎赛，真伤脑筋。董某嘎赛，真伤脑筋。某某，这本作业簿是你的吗？啊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小蜜的。啊，是小蜜的，全部都写错了。董某嘎赛。那这本国语也是你的吗？那也是小蜜的。哎呦，错字连篇，董某嘎赛，董反了，董某嘎赛。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伟亮。